乡亲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透过公司台语台和咱的这个花式哦，做伙用这个双声道吼，台语这个部分来做伙关心这个超级巡回赛亚洲棒球锦标赛进入到这个 A 组、B 组第一名的这个队伍呢，就是咱台湾队和日本队做伙要来应战的这个一场比赛，非常的这个重要了哈。啊，今日是阿明、张伟斌来进行转播，啊，伫我身边嘛是咱主持的球评，郭俊老师你好。阿明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Team 台湾，台湾加油！ Team 台湾，台湾加油啦吼！咱讲到两支吼，这个第一名这个选手伫这个拜五暗啦吼，来做一个对决。啊，咱嘛先来回顾吼，伫咧下晡的这个比赛吼，这个8比6啦吼，啊，这个韩国赢到有够辛苦的啦吼，啊赢这个中国吼，啊，但是咱讲明仔咱嘛要对上这个中国队，啊，今日咧咱嘛是要有这个好表现吼，咱寻求伫咧超级循环赛也是这个赢场的这个方式，继续吼来拍到吼明仔这比赛上重要就是这个对战组合吼，冠军赛的对战组合啦吼，同款就可能是这两支球队台湾和日本。啊，咱讲今日咱派出来这个投手是咱这个火球男吼，158公里，即阵伫咧日本两体银行应队吼，这个选手同款要吼对上因的这个组斗啦吼。阿基亚马秀来做一个应战吼，啊，今日咱嘛讲到两个咧吼，这个一个是咧拍日本职业棒球的这个投手来应战日本队，这是教练团应该是肖伟林的，肖伟林的球队。所以这个派张俊伟也出来，嘛是教练团的用心啦吼。是，有影，所以咱讲到吼，这场比赛吼，真正的就是咱嘛做一个吼双方的这个调整啊，吼，咱嘛看到讲今日咧咱做先攻，吼，咱的这个顺势咧，吼，今日咱排出来，吼，其实含这个过去第一场、第二场这个打线吼来讲咧是较相像的吼，啊，咱这个一番咧吼是陈浩文，吼，二番是咱的这个 DH 吼潘俊武，三番是陈敏树，四番是高玉伟，五番是杨振如。6番是李一威，哈，7番是林武力，8番是吴尚芬，啊，9番是蔡地如，啊，今日咱是这个先攻啦吼，啊，球队顶咱嘛看到讲吼，头前有一个这个开赛的这个仪式伫咧啦吼，啊，不是讲咱嘛讲到咧，伫咧今仔日下晡吼，这个8比6韩国队吼赢较辛苦，有人讲因是1.5军，吼，是1军和2军中远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咱讲。其实咱的这个战力来讲，应该就是差不多1、2名之间，就是今仔日这个对战中。应该是啦，啊，无意外，这两队会搁伫冠军战来相赌。是，有影。这无意外，应该是，但是咱看吼，咱顶一届是2023吼，2023虽然这个日本嘛是共款小伟林，但是咱伫预赛哦，搁伫这个复赛，搁伫迄度拢是输日本，是，拢输1分，1比0，输日本。是，咱即阵嘛看到讲，这个手臂的这个部分呢，日本派出来的投手就是咱头拄讲的阿基亚马秀吼，这个秋山翔吼，啊呢这个手臂位置呢，吼保手下面配搭是Tsujimoto Yuki，吼，这是因今排伫咧9番，过来是这个1垒手，这个古川智磨亚，2垒手咧是 Yono 吼 Yukita。过来是3垒手 Sato Yuki， 过来是因的这个 short， 今仔日排伫咧2番，所以达Manami， 啊，另外咧，这个因的外野手咧分别是这个left 开始咧是阿米亚 Keisho， 过来是 Center Aizawa Ryosuke， 过来是 right 是 Mizukata， 小黑，同款内底有一个小黑内底。双平啦，双平啦吼，双平，嘿。啊，咱嘛讲这个双平吼，因这个嘛已经封王啊吼，所以看到因咧这个开这个相片吼，咧这个庆祝，这是讲到 MLB， 即阵看到因的，咱先来看这条无法度处理掉投手，这个崩掉了后，来到2垒和3垒这个方向。就是算应该算一支安打啦吼。一开始咧，咱的台湾队陈浩文，趁到这个安打，徛去1垒，应该是拍第1球啦。真好的一个开始吼。即阵要轮到的是咱的这个2番潘俊武。咱讲这个秋山翔吼，伊的这个球速吼，差不多是135公里之间啦吼。较到制作变化球先来看这点的这个方式，这是一个成功的推进。是，咱这个战术较保守一点嘛。是，想讲看有法度第1局就来个抢分啦，所以第2番吼，就是选择用这种点球来推进。是，
哦，这球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伫咧第二场比赛时阵，Sayonara home run， 哦，迄个10-0的 home run， 2分打点啦吼。所以这阵就是要轮到的是咱的民宿啊 ，Captain Taiwan。等于讲是2番来拼一支安打啦。是。日本的这小慧林的球队吼，历史真悠久。是。而且历史比因的部落吼更较早。哦。咱若看一寡台湾的历史吼，其实日本时代咱台湾也嘛有小慧林球队。哦。是，剃刀。吼，咱这个铁路局的啦吼，剃刀吼，因这拢有小慧人，吼，啊，佮一寡公家机关啦，港务局啦，吼，铁路局，就是含这个日本，迄当阵日本时代需要有关系，嘛组队就对啊。对。啊，即阵民宿啊球数落后，两个好球，一个歹球，这球讲出去应该是一支安打无唔对。来，啊，去这个二垒头顶要来拼1分。啊，第1分得来吼。转来是咱头拄啊讲出安打的这个陈浩文，哇，真正哇，这个头拄啊这推进就效果伫啦吼。所以真好的这个表现，吼，讲出安打是 Captain Taiwan， 没错啊，吼，是，一个标准的安打吼。过去咱咧讲的讲这个先打头前啦吼，是，中华亚头前咱讲先打麦啦吼，先打麦，讲出就知影讲，哦，这分应该是差不多。无问题。这轮到是这个高玉伟，后边定收是3垒的位置。面对邱三雄，这粒是一粒好球。啊，咱伫2021哦，即摆一般亚锦赛拢头2档拍一届。是。吼，哎呀，咱即摆2025嘛，所以顶一届30届是2023，是一球咱先来看卖咧。应该是哇是一个接杀，但是因为滑到啊，紧走倒来。紧倒去。啊，无这球应该嘛是喊了袂歹啦吼。这是日本嘛是一个真好的手臂。这球咱拍了水吼，啊人的手臂更较赞啦，这无法度。这就讲反方向的这个部分。是。哇！你看因这个 left 吼，出落去接，对，真水。是。目前2个人出局，来到的是咱的这个5番杨振如。咱讲杨振如过去的这个表现嘛是不哩啊好哦。啊，伫咧对韩国2支2垒安打，啊，看会当甲咱的民宿送转来无？哇，这球先xuất腿啊！这是一个偏低歹球，球数来到一个好球，一个歹球。面对因的这投手是邱三雄。啊，这个记录来看，讲邱三雄毋是这个三性型的这个选手啦吼，所以就是看伊的控球，主要是控球啦，吼，靠伊的控球。这个是较偏来到的歹球。目前1垒的是咱的民宿，哦，今有1分打点。哦，这是一个偏低歹球，啊，这阵球数的是进入领先，一个好球，3粒歹球。2021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一届，哦，啊，咱2019捌摕到冠军，是，捌摕到第1名。啊，第1名迄届吼，咱是先加日本分伫同组，咱伫同组先输日本。先来看这球方向有法度处理无？应该是 safe， 一个完半度。无结果。哇，结果是看刺杀 out。不过今日靠到陈浩文一支安打，佮陈敏树甲积分共在目前咱是1-0领先日本。这个完满度也是无机会。是。
啊，不是讲咱讲今仔日的这个安打的效率有较好势吼，先甲伊拍转来。尤其面对日本这种队伍吼，伊嘛是求处分的真够的安尼。是啦，是。啊，所以即阵轮到咱的手臂啊啦吼。咱就来看张俊伟，张俊伟其实伫咧对韩国迄场比赛有出即个有斗一局啦吼，迄人就是2K 无失任何分数。好，咱嘛邀请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做伙伫咧线顶，含咱开讲对话一下吼，啊嘛含 Team 台湾做伙来加油。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语台和华视双声道频道，用台语来听这场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对上日本这场非常重要的这个比赛哈。目前来到第1局后半局，第1局顶半局来咱靠着陈浩稳和陈敏树2支安打咧吼，先攻1分啦吼。这个1分嘛是真正无简单吼，咱先搁甲咱的台湾队加油一下。啊，就轮到的是咱一个先发投手火球男张俊伟来做先发。啊，目前球数是1粒好球，1粒歹球。哦，今仔日的这个切磋枪吼，那种修理好啊，修理好啊咧，差不多迄了153公里。咱前几场安尼看到这个痛苦情吼，咱看着真痛苦。是，这是伊的变化球129公里。这个快板之间就是制造这个速差啦哈。所以目前咧张俊伟面对呢一番库马达托友球数领先，快让三振一个无，这球。团用二垒团用1垒，无问题。9号变数，第1人出局。这阵要轮到的是因今仔日的2番所谓的马纳米。这球包爆，这个所谓的马纳米的这个黑个赛内底的10个打数6支安打有7分的打点。当然，伫个 A 组因为这个对手啦吼，这个比分数拢是较高分数的。目前咧球数也是张俊伟领先。看当摕到伊今日比赛第1张 K 无，先来破坏掉去吼。这张俊伟其实伫去年国报家乡出业了后咧，就是去互日本。两体银行，育成的选手，摕到这个合约啦，70万美金，佮其他奖励金。甲伊的同学啦，咱这个陈木兴，两个是共款是国宝家乡同届的，做伙去日本发展。另外一个嘛是同届有一个两米或者小泽，嘛是去日本，所以即阵侪人拢去日本发展。在多啊，主心吼，因为时间超过，甲看一粒歹球，所以这个练这个较外角的这个歹球，即阵是2粒好球，2粒歹球。这秒数也是一直咧算吼。这目前吼，因为要加速比赛进行的节奏，是，拢有这种规定。哇，这条是较悬较外角，这场这个满球数了吼。自球数领先到满球数，
因的这个教练团，这是因的四番啊，3号的艾扎瓦。哦，这个对决摕到一个三振。这条三振真水哈，这个变化球，130公里，迄个速差一个出来，啊掉掉啊！这是为好球的球路，哎呦，要挖呢吼！这轮到是因的3番阿米亚 Casual。面对张俊伟，一个好球入来。这球攻出去，哇，是一支安打。安打哈，相对于这个1、2垒之间，攻出去安打是因的3番阿米亚 Casual。这轮到是因的4番艾扎瓦留斯基。艾扎瓦就是双红的红啦哈，是啊，这个蝶哈，红蝶啦，这咱丰泽啦哈，咱用汉字哈，用台语来个念。艾扎瓦留斯基咧，伊这回比赛内底。有3支安打，一支2垒安打，一支 home run， 4番呢，差不多就是伊比这个2番的eye contact， 对好好势。这阵伫咧1垒是头拄仔讲安打的阿米亚 Casual。哎呦，一球 call strike， 一个好球，开歪的内角啦吼。是。这日本人的人名吼，有诶，敢若看汉字嘛，无一定念会出来。有影。因这有影讲就是正港的名种主人啦吼。是是。拄啊，即马徛伫垒包顶吼，即个阿米啊吼。伊是芒仔的芒啦，吼，山谷的谷啦，芒谷啦。这球张俊伟来一个牵射，意思有够啊啦吼。山谷的谷啦，是芒谷啊。面数嗨一下头的，讲接金啦，佫无法。哇！这球可以喊出去，应该是一个包包，无问题。好加载，哇！哦，这球好加载是盖外吼。是，喊出迄力头嘛是真饱哦。因为这球啊是盖来有可能会倒来1分，可能倒来分数，因为2出局啊吼。垒包数可能2地、3地拢可能。不要紧，即马2好2歹。是，球数是张俊伟领先，快当好好解决这个打架。想要甲 framing 一下，这阵球数是满球数。现在社会人的吼，在社会人的球队的水准其实是讲得真悬啊。是，所以咱看伫吼，就这个2003到2012吼，这日本的社会人是5连霸。哦，这个时阵虽然这个1垒先走，但是这个2个三振解决因的打架，尤其是4番无互因得到任何分数。水啦！加赞加赞！
乡亲好朋友继续登来到咱的线顶，和咱做伙来开讲吼。即阵咱来看讲线顶的朋友，目前虽然较少，不过大家咱甲这个 link 分享出去，来欣赏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绝对是好看的。有影，替台湾队加油！当然，就是咱第二局顶半局，要轮到咱的六番李奕伟来先做攻击。好，咱拄啊更正一下吼，2007迄件吼，因为关系到即个2008的奥运啊，所以迄件20。欢迎继续登来到咱的这个台湾日本之战啊吼，哇！即阵轮到是咱的这个攻击，咱轮到是六番李奕伟。老师头拄仔讲到2007年、2008年的这个关系啦吼。是，因为咱2008吼，2008是奥运啊，所以2007即届日本队是派职业队，是毋是派即个社会零业余的。这个咱第二局登来六番的第一个人次的攻击吼，李奕伟是这个速度团用一垒刺杀，这个一垒。有影按照这个数据来看啦吼，有人讲这个邱山雄，伊就是较到香港过路安尼。是，就是控球型的啦，毋是三星型的。是，咱讲毋是迄种 power pitcher。即轮到是咱的七番，今仔嘛是定收伫个速度林武力。俗语，互你讲会着，讲袂好诶吼！你看个，是一个过路，吼。三垒传向一垒，连续两个投卡球，吼。是，有影伊诶即个数据来看，38.9趴是过路，3成差不多是 fly ball， 三振敢若占即个15趴。38应该就是将近4成啦，对。等于讲5粒球有2粒球吼，5个出局的方式有2粒出局的方式是过了，是投卡球啊。这局都已经2球啊。是啊。这阵轮到是咱的8番吴尚芬，吴尚芬，这个第2场嘛是做苦补。吴尚芬面对韩国的嘛有一支安打啦吼。因即支枪有较准淡薄啊，那照这个伊的数据差不多拢是135，即就是130伫遐跳来跳去。这个就是foul ball。咱即两队的交战有可能就是伫后日的冠军赛。就是共即个时阵6点半，是，有可能会搁拍一件啦吼。是。这个较偏价球速一满，吴尚芬本身嘛是保守啦吼，所以面对选球可能嘛是有再调。这球嗨出去，有机会无？左外野，出去啊！伫咧第2局，伫咧吴尚芬，哇，这球！这球咧，选球选到满球数，这个球面之下，互伊嗨出去。哇，咱的这个全垒打方向拢是左外野的吼。这是这届第5支啊。是。咱讲到，这是今日比赛第2分，这是一个 solo home run。而且咱喊的方向拢是这个倒外野吼。是。这边特别多啦。哇。这个那个好起来吼。其实好起来感觉想讲袂，一开始也想讲袂出嚟呢吼。一开始感觉这粒球讲了有这么悬哦。是。想袂到讲最后嘛是出去墙仔外口啊。哇，这有影真赞面对日本咱伫咧第2局降1分倒来。这个大家拢想要讲大机来看哦。这轮到是咱的高欢蔡地如。尤其咱讲2出局以后，这是咱的这个系列赛内底上精彩的部分。
主要我刚读到迄球是即个投手吼，因为阮球数啦，哎，伊嘛无想要补上第8番呐。啊，来，这球哇，早着小岛传向，应该是 safe 无问题。哦，讲出安打是蔡地如，哦，靠伊的这个卡顶啦吼，啊，个小岛较深。主要是拍入去较深的位置啦吼。伊这保手砸着球就算无简单，迄个小岛砸着球就算无简单啊吼。伊砸着吼，规个人拢出落去啊。是。其实若是这个砸着应该是100分啊啦。对啦。本地就是一支安打的型伫个，哦，即阵嘛看到因的捕手，哦，共款下面的即个投手communicate 一下，因的捕手是最近莫都有记。因为即个陈浩稳吼，第一局起来就讲一支安打嘛，是，所以特别起来甲欢呼一下吼。哎，安打一个啦，因为连续2支安打，是，尤其是这2出局以后吼。嗯。然后轮到咱第2轮的一番，这球是好球。头拄仔咱嘛看到讲出全垒打以后 take 到咱的这个观众席。哦，拢差不多是帮台湾加油的。是。先来看这球是一个左外野。左外野应该是接杀。好。陈浩稳这球去互接杀，不是个咱第2局来靠到吴尚芬一个 home run， 目前佫摕到第2分，2-0赢胜。随后第2局吴尚芬。home run， 这也是咱台湾队这个系列赛内底第5支。第1支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吼，迄个 Sayonara home run， 啊面对香港3支，吼，这个香港迄场是陈胜贤，吼手打击就是 home run， 啊过来是 back to back home run 是咱的黄碧瑞甲蔡伟泰，吼但是因这3个咧。今仔日都无摆伫咧头顶，或者嘛做一个调度应用一下吼。是。嗯。好，咱来关心咱的线顶的好朋友，较侪人来去看咱的这个 home run， 哦，邀请咱的这个乡亲好朋友，哦，嘛提醒咱的这个观众朋友，伫咧线顶，咱是开讲式的这个模式，啊，伫咧花市你会当看到，哦，实体。伫咧讲的这个现场，伫咧冰潭，吼，咱台湾队和日本队影像的这个部分，会使切记这个副声道啦。对，啊，所以去哈，哎，有主声道，主声道是华语的，对，副声道是台语的，哎，所以支持咱的台语播棒球。欢迎各位乡亲好朋友，咱做伙透过公司台语台和花市的双声道台语部分，做伙来关心这场比赛哈。咱头拄看到咱第2局顶半局，哦，吴尚芬一个 solo home run， 咱得到第2分，这阵来到第2局后半局，咱张俊伟的投球，啊，这球共款互伊拍过咯，小道方向传向一垒，哎呦，这民事卡有够长无紧 ，Let's play 哈，是，甲因刺杀的，哦，刺杀。古鲁卡瓦多摩约伫咧一垒，这个古川啊，古鲁卡瓦。这轮到是日本队6番沙多yuki， 今仔日是这个3垒手。今仔日这冰潭应该有真侪咱台湾吼，台湾台胞啦吼，一寡咱的台侨，哦，伫遐嘛有可能吼，嘛有可能为别位特别赶来冰潭帮咱的嘿，帮咱这台湾球员来加油。是，尤其你会当小连续拜5、拜6礼拜拢甲看落。是，看咱摕到冠军，这阵球数咧是张俊伟。2粒好球，1粒歹球，球数领先，有影快慢之间啊吼，这个变化嘛真济。
球先甲破坏掉去。咱这观众先吼，拢咱会加油。所以，迄社因家己台湾咧看扑路的吼，看职业的共款的。家己当做是大巨蛋，还是要看这个天舞的，拢是台湾的球迷就对啊。当做家己的主场啦。哎，有影。这球攻出去，三垒手传向一垒，无问题。同款是刺杀伫咧一垒，被刺杀的是因的六番沙多 Yoki。哦，然后其实张俊伟嘛是互因拍过咯，嘛是真好势安尼。这轮到的是因的七番 Yukita， 哦，这个 Yono Yukita。你啊球拢互因拍袂好，是讲会用较即省你的用球数啦。哦，因为你三振至少爱三粒球啊。对。有当搁一寡买球吼，你有可能会用球数会较侪，数量会较侪一点啊。这个是较偏外角。你也有法度讲，互你的球，互对方推啊出推啊。但是讲了无好，拍了无好，甲你的用球数就会较节省。是。球，同款是一个foul ball。你剩这粒球啊，你咪就这球就结束啊。是，同款过来哈，算来就结束啊。是。张俊伟19岁啦吼。这球应该无问题，是一个好球。目前的球数是张俊伟领先。这球偏较悬一丝啊！第一局咧是2张 K 啦吼，2个三振。这球要有三振的机会。这是一条，哎，外角。球数已满。张俊伟吼，咱伫第一局看伊有当抽到2粒好球吼，即个咱讲即个 out pitch 吼，是，有当投了无够准。这球也是一个foul ball。你也看，目前对即个打者即马已经投6粒球啊。是。满球数佮加一粒foul ball就6粒啊。是。因观察啦吼，伊即个抽到2粒好球，即个 out pitch 吼，即个决胜球，定定无法度投入去，还是讲去拐着打者。是。这球哇，主审无扣，所以这是一个保送。伫咧第2局后半局咧。保送因的7番，头咱有咧讲着吼，讲你即个 out pitch 吼，爱投了会准啊。地形这粒球安尼吼，投袂入去。你也讲你的变化球爱拐会着打者。你也打者吼，打者也拐袂着，伊就 lay off 就是一点掉无拍，就会形成歹球啊。是。所以目前轮到是因的这个8番，吼，今仔做赖度，米兹达尼小黑，吼，小黑来啊。是讲有一寡你也咧看美国的，因就讲这 take 就是我等一粒啊。我都无拍，因为头拄仔就去互伊等着。是。这球应该是有守备的机会，咱看到三垒手，哇，应该是无去啊。走去观众席顶头哈，盖外，哇，走去墙仔外口啊。是。不过咧，即阵咱嘛是因为盖外球，球数已经哇是一个囡仔，记啊变哦，欢喜噶。去互哥哥唱去。无啦，咪哥哥唱伊啦，伊跳哥哥啦。跳哥哥安尼哦。人是。尊敬哥哥，对，你讲叫哥哥唱去。来看着2粒好球吼，咱来看卖，看这个out pitch我都施展出来无？地形，这球决胜球啦吼，咱讲武器球啦，或者讲武器球。这个是一垒后走，5上分传向，哇，应该袂负。
因为这两人出局啊吼，日本队伊嘛是有战术啦，是伊会感觉讲，因为你两粒好球吼，你两粒好球，你啊，万一若投你失败啦，投你失败，过当先打击起来第三局。这轮到这个米兹丹尼小黑啦吼，水果，嘿，这个米兹丹尼水果吼。六角的角啦，水果。无问题，三振，这是这场比赛第三场 K。好，因为这个拉纳停伫咧二垒，无得到任何分数。哦，袂歹袂歹，收掉的 K 攻。好，人有较济哦，吼，继续，咱要来看逐局拢爱得分吼。同情好朋友，头到足侪人去食饭的啦。啊对啦吼，即阵食饱好一摆哦。对。有人讲，这个台语真有气味。好，感谢公司，感谢花师。好，有人讲，即摆要考倒日本啊？有，恁做伙来看都会使。好。哦，对啦，嘿，因为咱的这个转播吼，网络顶的转播权是吼有一寡这个限制伫咧，吼，所以咱是网络是线顶开讲，啊，伫咧这个咱的频道吼，12台华视频道，咱会当看到球赛。吼，因即阵因为电视传统媒体这个转变吼，足侪人厝里无电视啊。是啦。吼，无要紧，啊，你着听阮这个网络开讲，你着家己当做迄个广播咧听。对啦。吼，较早细汉的时阵，阮嘛是安尼听广播开始的。听哪里哦啦？吼。啊，你也安尼转播吼，啊，面都会讲较详细咧吼。因为有一寡听众朋友吼，看无到画面吼。欢迎继续倒来到公司台语台和华视啊，双声都用台语来看这场台湾和日本伫咧亚洲棒球锦标赛，咱的超级循环赛面对日本这场比赛，目前轮到是潘俊武这个打击，这个应该是盖过foul ball，球数是这个秋山翔领先哈，阿基亚马秀。球是偏低，哇，叫伊调掉，结果是一个三振吼。是，这今仔第一个三振。是，虽然咱讲伊毋是这个三振型，三振型的嘿，投手，但是面对潘俊武啦吼，这个应该就是咱讲的 slider 吼 ，slider， 是讲。国球啦，吼，咱来讲花球。哇，这安尼球过入来。这轮到是 Captain Taiwan 民宿，啊，民宿今日嘛有一支安打。啊，民宿咧，这支安打是帮助咱的陈浩运，等来咱台湾队今日的第1分。哦，呀，民宿啊，这个这届嘛是拍出伊的代表作。自伊的 home run 开始了后，咱就一直有这个。home run 的气氛吼，所以伫咧对韩国了后，对香港，啊，佮今仔日5上分，我连3场比赛。等到咱第一场对巴勒斯坦还未拍出来，摕到14分，但是无半球无人，无得当创作记录哈，逐场比赛拢有。哇，这个迄个赛内底，咱已经看到第2种这种球，民宿啊，怎啊跪落去，啊，这个本啊。本啊海伤大，就啊，这个正骹蹬落去。这应该往哪去自拍啦吼，去球去法律部去讲到伊家己的骹。是，所以护具就伫遐吼。是。这球共款嘛是foul ball。目前球数是2粒好球，2粒歹球。这阵打球的是陈敏树。投球的是这个秋山翔，去亚马逊。目前球数是投手领先。哇，这球同款是一个三振。
平线两个三失的吼。是。这应该嘛是搁一个变化哦，这个马叉。马叉。哎，这个 fork。咱讲这个吼，指叉啦吼。是。fork ball 吼，马叉 fork ball。即轮到的是咱的四番高玉伟，高伟第一打实是向接杀。这球攻出去，是个杀出的机会无？哇，无法度小度来接。这个咱的第三局顶半局3上3落，无得到任何分数，但是咱也是2-0领先。哇，咱的重新打线。我看这老园区吼，有讲希望尽量莫使用这个术语啦吼，惊做者听无。但是大家放心啦吼，阮若讲到术语的时阵吼，阮会特别解说啦吼。是。哦，就是讲当时一开始也无讲吼，阮事后嘛会补充。头阿明讲希望迄粒球吼形成煞数吼，这煞数就是为这个台湾为日记来啦吼，这其实是特级煞数。特级煞数就是 Texas， 就是德州安打。是。哦，德州安打，诶。好，因为咱其实就是要推广台语啦，咱嘛会当讲到一寡伫咧台湾发展，即个历史当然好济，台语的，尤其是即个咱咧讲。一寡人有当伊去球场上吼，有当看到人咧讲，是，咱会用增加讲透过咱的转播吼，比如讲有个人讲啥物是咱啦，是，咱啦就是 runner 吼，就是英语的 runner， 是，咱。台语咱会讲走者啦吼，华语就是讲跑者。是。咱一直咧讲这全台湾应该敢若咱是棒球四声道的呢。是。欢迎继续登来到亚洲棒球锦标赛，这场比赛是咱台湾对上日本啦吼。这阵目前比赛来到第3局的这个后半局，同款是咱的张俊伟吼先发投手，面对的是因的这个交换，Tsujimoto Yuki 是因的捕手。目前球数是一个好球，一个歹球。这球foul ball。然后咱咧讲这个用球数吼，比较过去咱看这个单薄型也好，吼，这个用球数张俊伟是有较济淡薄吼，尤其今仔日有2个 K， 还有一个补3张 K， 还有一个补上。是。老师头拄讲到迄个 out pitch， 就是迄个决胜两粒好球的武器球啦吼，决胜球。这球决胜球就出来是，就是安尼吼。有影。这是张俊伟今日的第4张 K， 第4个三振。这应该嘛是一个马叉啦吼。这是伊所有好球的球路。咱咧讲马叉吼，足多人听无，就是讲古早咱讲个签马吼，迄个马叉，因为马叉签马伊是2车啦。是。咱一般咱即马较细机咱咧参股即种的吼，是3车嘛。3车。迄是较细。所以马叉是2车嘛，你马叉，咱若豆马叉是用咱的第2载搁中载。是。所以看起来哪一个马叉，肉叉啦吼，你若讲华语就是肉叉啦。这是真正是全台湾4声道，敢若才听有安尼。是啦，是4声道哈，棒球4声道。是。目前咧张俊伟球数领先，轮到的是这个因的一番，今日做 DH， 库达托友。同款out pitch，地胜决胜，是安尼啦哈。咱讲这个，伊即马这个out pitch哈。慢慢啊，愈来愈来啊啦。是，这是张俊伟今日第5个 K， 第5个三振。这个哪道哪有信心嘛吼？是。咱台湾的这个火球男，这轮到的是日本队2番索伊达马纳米。
今日头一个打胜嘛是去互三振，但是先来看这球，哇，冲出去，二垒手无法度守备的机会。这是日本的第2支安打，讲出安打的是吉欢索伊达马纳米。日本2支安打拢是正外野头前的吼。是。一粒二垒手找袂到啊。这轮到是因的三番吼，今日是讲出因第1支安打的阿米亚 K 索。2个三振了，去用讲1支安打，这球应该是 foul ball， 好盖挂球。好的投保配搭，就是讲你配球的模式，唔通叫对方掌握到啦。是。唔通讲你2粒好球以后，就是必然会出现什么球种，到底什么位置啦。啊，当然这拢是爱经验吼。是。啊，搁一寡情报收集啦吼。是。今日的保手是吴尚芬吼，伊嘛是这个过去嘛拍过亚锦赛哦，先看一球应该偷走，了掉无？应该是 out 无问题。哦，这个头垒去互咱抓到，吼，被抓到是头拄讲安打的索伊达马拉米，吼，是一个变相的3上3落。代表讲，我甲你注意到啊，头垒失败。来看，好像球先到了吼，因为本地就是张俊伟先一个牵制了后，啊换保手哦。张俊伟牵制是甲顾咧吼，莫要离伤远啦。嘿，hand好调。乡亲好朋友继续来到咱山顶，愈来愈侪人咯，吼，要400人哦。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台和华视上声到台语的部分来关心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对日本这场超级循环赛。吼，咱讲到2组，这个第1名的吼，即阵咧进行比赛，目前是台湾2-0领先。啊，即阵轮到的是咱的5番杨振如来进行打击，先来看这球，这个一队。去保卫快后背。哇，这个投手保卫了后，甲杨振如刺杀伫咧一垒。这投手保卫的动作吼，骹手非常的紧。是。你看，其实吼有一段距离呢吼。哎。但日本队啊，就是过去讲骹无手咯，这个手臂拢是步步来安尼。因的手臂拢是真稳的。是。这基本功哦，自细汉就拢练了真栽，练了真好。目前轮到是咱的6番李一伟，这个球较偏悬，目前是2粒歹球，1粒好球。啊，伊用球数其实嘛是较济淡薄吼。这球是讲到外野。哎，这个盖外球，哇！这个真正是一个 nice play。咱来讲讲，因的手臂确实无话讲吼。哇，有影。这个骹步手咯吼，咧走动的这个过程内底，各用处理，搁甲信着。哦，这个因的赖度
是因的背番吼，米出达尼小黑。哦，所以这阵目前咱是因两个人出局。这阵轮到是7番林武力。第球是一粒好球。目前伊48粒球袂使讲是多啦吼。嗯。哦，你也讲伫控制伫50粒球内面，算拢算真节省啦。是。尤其咱嘛讲着吼，毋是过路，就是这个接杀。伊头仔这粒球就真明显吼，这粒球是一个 change up， 是，可能讲变速球啦吼 ，change up 变速球。哦，伊这传球、踢球的方式有点仔像 OK 啦吼 ，OK 暴露啦吼 ，OK 球啦，伊的手势吼，哦，即摆像 OK 啦。迄庄头母加第2指吼，够扣起来，迄个 OK 球。OK。叫做 circle change 啦，咱只有一粒球，对啦，老师来示范。伊这个叫做 circle change 啦，吼，就是安尼啦。哦 ，OK 啦，吼，比这 OK。而且佫会使学球，咱这球先甲破坏掉去。哦，咱等下看这慢动作吼，啊，头仔讲的，咱讲肉叉吼，肉叉吼，肉叉。fork。fork。啊，佫有大叉、小叉啦，吼。哦，大叉啦，吼，这大叉啦。是。哦，啊，有小叉啦。对，较开的叫做大叉。哦。是。咱这道具嘛是真济种。是。这阵2粒好球，这是较加的歹球。啊，咱一般也看到这种倒投吼，尤其速度啊较无遐紧的，拢会去练一粒 change up， 啊，练一粒变速球。是。因为变速球这种球路对正拍，伊会走去外角。啊。伊走向外角去。这是一个自拍球吼，同款是伊的骹肉迄个所在。骹肉做侪观众朋友有诶台语也较无捌发做的，就是咱就讲脚踝啦。脚踝哈，亲像一粒目睭遐啦。嘿啦，大家看你的这个脚踝遐是毋是亲像一粒目睭？林武力的打击，啊面对呢头一面投手。哇强！哇，这是一个三振。咱伫第4局顶半局内无得到任何分数啦，吼，红三色哈3球3落，2比0赢胜。啊，头仔这粒球吼，伊就这明显是一个4线。是 four seam。4线 four seam fastball， 4条线，伊倒投嘛，倒投就是安尼，吼，倒投这。这个 four seam 连这个嘛算。这个，不啦，这2载就是。伊 four seam 主要是讲咱讲4线，毋是你去第4条线。无第4条线无可能投啦。伊讲four seam是讲你这4条线射一定有4条线通过这个气流啦。对。啊，你也 two seam 2线就是敢若这两道练过尔嘛。是。啊，4线是吼，前2、3、4啊，这4道啊。啊，这2线是敢若这2道尔。原来如此。哦，做侪人毋知，是讲爱4线爱地调，4线地咧，无法度投啦，无法度投啦，有啦，迄个变迄个五料啦，变迄个五料啦，迄个变速球啦。好，然后咱山顶的朋友嘛，愈来愈多哦，继续吼，咱即阵嘛是一个即个用道具来甲大家讲球路是安怎来变化吼，这嘛是敢若国军老师做会到。无啦，这足侪你也讲啊，台语啦，哦，台语啦，你也讲有球员出身的吼，足侪拍过球应该拢会，足侪拢会了解。是。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语台和华视双声道吼，台语部分来关心亚洲棒球锦标赛。吼，这阵比赛是台湾日本第4局后半局，日本的攻击。轮到是因的这个3番阿米亚 K 秀，阿米亚 K 秀咧，头拄只伫咧3局的时阵有起来打击，但是因的这个2番投垒失败，所以这阵重新打击。咱即摆看到张俊伟愈投愈稳啊是。来 ，RPG 出来，这粒球控制了无好，这粒球这粒变化球走上悬啊。啊，你啊变化球投了无好，走上悬就会较危险一点嘛。有影。
哇，这球叫伊攻出去，哇，哇，咱的这个速度反向一垒无问题。哦 ，nice play，nice play。是，这个咱的这个速度是咱的林武力，虽然头拄啊食一场三振，但是靠伊的真好的手臂，完成这个刺杀。你看，一条砸落来，传向一垒，随背起来传向一垒。阿明年纪较少年啦，你也有一把年纪其实咱过去伫台湾也无职业棒球进前咱有侪台湾的好手，拢去日本参加因的社会篮球队，是包括咱国内上有名一个棒球先辈这个尾后做到这个国体大校长林华伟，伊过去迄阵就是去日本雅马哈，伊雅马哈，包括咱讲。来，咱先来看球，这个左外野应该是界外的方向无问题，但是无要紧虽然无守备的机会。咱83年就是咱讲这个1983的这个亚锦赛是讲出迄个再见福布朗塞奥纳拉福布朗再见专利蛋这个George这个赵树强赵树强就是尾啊演红叶棒球这个。你看看到这红叶小巨人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伊这当初是嘛去日本伊是放大，伊是去本店放大，是个咱讲的侪啦林中秋啦侪咱侪好手因拢是去遐拍业余的，因为台湾无普罗嘛，无职业棒球进前黄平洋啦这侪好手，你想会到啦咱8控年代因拢是先走去日本参加因的，毋是社会人，拍普罗会较少数啦拍普罗咱拢知就是讲二过一庄啦，大过小过啦，大过就是过原地，小过就是过太原，庄就是庄胜雄啦，是，因去因这个大过小过搁较早有这个高英杰甲着李来发，因是去拍这个南海，这球。赶快是过咯，有机会守备无？哇，这球得到是这个二垒和小度才撞出去，这是因的这个这个四番相澤亮介，这是一支安打这是日本队的第3支安打。来看这个好朋友会出现未？对，咱的好朋友就是 Double Play 相杀打。这轮到因的5番弗鲁卡多莫亚。古川古川伫第2局有讲一个右击方向的角咯，是投卡球滚地球，这都有希望啦。伊也搁讲一条，都有希望来形成相杀。是。这推啊拿出拿唔出，一条好球。150公里喂，今仔日切速情看到都真爽。因为伊知影台湾对日本的迄个情袂当伤差。叫一垒较注意一下，这算软性的牵制啦。对对对。主要毋是要甲你牵制啊死啦哈。对。这都毋是软性的，这就较定一点啦哈。这个都出其不意哈。甲伊抄一下，叫伊莫伤叮当安尼。伊嘛是爱提防嘛。这球讲出去是一支，这个做中外野应该接受无问题啦哈。这咱来讲的。用传向一垒，这是哇，这是一个落球。好，你刚才咱的保守，我想已经保伫了后边。这咱讲的标准的见悬无见远啦。是。见悬无见远的这种球，一般来讲拢差不多接杀啦。这做接杀。陈浩运，但是这个传球，这个险啦好你家在保卫的吴尚勋已经了表。因为这走者我那离了真远啊。是，险袂负得来。这轮到是这个6番沙多yuki，前一个打击是刺杀，同款是过咯这阵，伊的球速其实嘛是149、150直接顶下
这球同款是一个自拍球，foul ball。张俊伟即阵是逐局前3局拢有 K 啦吼。面对6番呢，球数是一个好球，一个歹球。这球攻出去，3垒手传向1垒，没问题，同款无问题。虽然去互这个日本队攻一支安打，但是无互因得到任何分数，2比0赢胜。哎呦，大家食饭饱哦，要500个人入来哦，紧哦。看棒球，学台语，有影听台语捌棒球啦。这台语是咱台湾拍棒球人的母语啦。是。当然有人讲日语嘛是啦但是日语是学习的语言啦，是咱咧学棒球的语言啦。是。一般咱咧伫球场上，你台湾人交谈嘛是用台语啊。有影。咱看过去即个陈吉宪，还有即个林安可，因拢是平常时对话拢是台语。都是台语。有影。你看林安可迄个面生起来就是，迄个爱诺可的面，但是伊的台语下叫。即阵轮到的咱第5局顶半局有人讲速度有影是真紧。好。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台和华视双声道台语的部分来准备收看咱即阵第5局顶半局的这个比赛，即阵要轮到的是咱今有一支 solo home run 表现的吴尚勋，伊是帮台湾队拍第2分即阵轮到伊的打击。面对第1任投手咧，即阵投手球数领先，这个球卡骨头卡去啊这球是 foul ball。唔知阿明你有注意到无？这个投手的控球，目前一个保送拢无。对。你看伊控球真准，是，真正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这个控球型的选手。哇，好你加变化球。面对吴尚勋，这球是一个过路，3垒传向1垒，哇，吴尚勋都无遐尼积极咧走这是一个刺杀。咱今日对这个秋山翔的这个手里攻出4支安打就是第1局陈浩稳陈敏树攻来1分，过来就是第2局这个 home run 吴尚勋和蔡地如一支这个 hit 啦一支安打，就是这4支。尾第3局、第4局拢是3上3落。先来看这球，哇，赶快是小刀传向，safe 啊 ，safe，好加载，好加载，哇，这球。是蔡地如啦这是一支安打。先来看这球的这个 replay 小到接起来了后，较偏去，一垒手想要甲 take out， 嘛是无机会。咱的手这个蔡地如的手也是较紧就算。所以是咱讲煞第5支安打出现了。目前轮到的是另外一支安打。出现的陈浩稳第3轮的第1分，所以咱即阵就望讲咱继续来得分。
偏较悬吼，一个好球，一个歹球。拄啊，咱山顶的朋友咧问讲，啥物叫做安怎扣啦？哦，就是一个爸爸是爸爸是妈妈，有一个是外国人。是哇。先来看一个，这应该是一个 hit by pitch。无，伊有出腿啊，所以这算是一个发波。OK。诶。来，滚后出去哈，咱看。好，今日讲出去。但是其实嘛是，其实嘛是应该是无着迄度啦，嘛是无着身躯啦。哦，这应该是一个法律波啦，伊重心无稳去摔到。但是这个是过路爱说你，二垒守备无机会，传向一垒，甲弹好稳，刺杀伫咧一垒。这我运球啊袂歹，拍了无好，但是伊跳了慢。跳了嘿，所以较袂造成伤杀。所以蔡地如咧，即阵来到二垒，即阵甲是潘俊武。潘俊武今日伫咧第一局咧是一个成功的推进吼，伫咧第三局的是接到一张 K， 领到一张老 K 啦，领到一张啦吼。也莫当领其他，莫领 K 安尼，领一支安打，讲一支安打。即阵也是有制作打点的机会吼。讲一支安打是送互对方，送一支安打互因。但是咱咧看这个潘俊武的这个表现吼，伫咧过去几场咧，伊其实这个安打的机会较少。潘俊武伫咧这个对香港迄场比赛吼，有一支二垒安打啦吼。这球安打应该是有啊，无问题。就看当三垒走向本垒。无走，先得。哇！这做一个哇！结果去触到啦，有够无彩的。虽然呢，这支安打吼是潘俊武的这支安打，但是呢，这个三垒因为触到这关系，无法度个走倒来咱的第3分。目前台湾队也是3-0领先，2-0领先。哇！伤凊啦！伤凊啊！伤凊，但是伊其实伊已经要停，但是结果袂互动，袂互嘿啦，触到啦，动个甲触到的你看，结果触到伊啊，袂互到伊啊。三垒教练家是毋是？伊有甲动的啦吼，但是要动应该较早动的啦。对。哇，这是有够可惜的吼，无咱头拄讲潘俊武，这是伊即个系列赛内底第一支安打哦。其实这我感觉伫三垒的教练吼，也要甲叫伊打动啊吼，爱较早比咧，有影，爱较早咧啦。尤其伊的位置已经伫搁较下底啊，是，差不多是三垒含一垒的中央，三垒含本垒啊，这种换投手。譬如，譬如进前嘛含对韩国迄场比赛，有出现，伊接替陈木兴来完成一局。保手嘛换，蔡伟泰，哈，保手嘛算蔡的。蔡伟泰，张讲红不让，张讲红不让嘛吼。做哩。好，咱继续透过公司台语台和华视的双声道吼，台语部分来看这场亚洲棒球锦标赛。咱即阵目前来到第5局的后半局咧，有做一寡手臂上的这个调整，咱甲譬如33号的这个选手来自合作金库，和咱讲这个蔡伟泰。来自台南市，这个球员，咱讲蔡伟泰咧，伫咧面对香港的时阵，有一支 home run 的这个表现。张孝坤啦，张孝坤，咱讲张孝坤哈，走你啦哈。走去。所以目前咧，咱换起了，伊先摕到2粒好球，一球较悬淡薄。不过伊的速度嘛袂歹吼，146。这个球交起来，来，我摆咧，哇是一支安打吼。这个33号譬如红换起来，先红讲一支安打，这是日本队的算第4支安打。
这轮到的是8番，应该过来是丹尼小黑，米兹塔尼同款是吼，这个小黑啦，双平。譬如球速吼，破纪录是即届参加亚锦赛，投出破150啊，是150公里，是拢伫。因讲是这嘉义吼，嘉义栽培的子弟兵啦吼，嘉义细县国小、民生国中，个嘉义高中青棒队，大学是这个嘉义市大同技术学院的棒球队。进前拍过这个台北市队啦吼，就是讲幸福法。就是这个建商的。是。那么讲，即阵咱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先看即球哇，赶快是一个安打哦，差不多吼，这个犀利哦。伊咱即摆领先2分尔。对。这换起来，这黄碧如咧面对两人打者吼，两位打者拢是向讲安打，尤其是拢伫咧右外的这个所在。因为咱即厝吼，咱即厝即个赛事吼，对一寡用球数吼，咪甲无限制啦吼，所以这应该教练团拢有先设定啦吼，袂人讲哪会张准伟哪会干那投4强尔吼，我相信教练团应该拢有设定好吼。对。咱10名的投手咧，目前也有这个杨杰稳吼，台电的个黄正科还未出场过吼。这个黄碧如已经是第2届上场哦。头点，这叫foul ball。我个人的看法是讲，因为咱既然选这选手选混，因为咱过去定看到一寡比赛教练团拣一寡选手，但是比赛拢无咧用啦，有可能唔敢用，较可惜啦。但大家会疑问就是讲会质疑讲，你也唔敢用，无要用，你想要扣？对。你也扣来，你就甲用啊，就是表示伊的用途啊，你就甲设定好啊。这是咱去年迄个12强伊就发挥了较好诶。是。每一个球员拢有伊的角色，拢有伊的用途。尤其咱讲这个投手的调度啦，牛条的运用咱讲牛条就是补片牛棚啊。目前这个黄碧如咧球数领先，能力好球，即阵要寻求第5局，第1个出局数，看当有伊好朋友出现无？这边翻车看到顺利甲解决。这一个小注意一下。小注意咧，这个画面是要化讲牛条爱个叫。牛条啦。即阵咱们看到咱的补片，其实有人咧练习。伊这牛条投手练习区啦，伊这顶间有写汉字。是。看当一个三振无？无问题吧？哇，无扣，这个足水了。这个角度看起来应该拿出有入去有入去这 K 中是好球区啊。不是个代表伊投的入去啦但是伊看安排要扣不爱扣尔。另外两粒好球，一粒歹球，就讲出去看手臂的机会无？有可能有啊。哇，搁去你家看大区，好无？上好看遐多拍起到这个游击区啊！向杀。你个游击区会使来制作向杀。是。嘛会使先抬3垒这个啦，有影。先抬2垒走3垒这个。是。所以会投去外角这个所在。因为即摆是倒拍嘛，你也投外角，看遐多罚球。拍去到这个游击区无？是。你也投向内角，伊球会拍去这1、2垒中啦。
哎呦，电动举起来，这是一个三振。啊，一个三振。哇，这个三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这阵咱看到哈，这第5局第一个出局数出来了。哦，这就是真标准的吼，两线吼。咱看达达出球点吼，是。达达看吼，伊就是一个two seam，哎，哦，这两线吼，two seam fastball 啦吼，two seam fastball 话讲就是讲你也会走，就是讲变 sinker 啦吼 ，sinking fastball， 哦，点球啦，点球，哦，啊，日语其实伊即摆是讲two seam fastball 啦吼，你也讲因为日语的性格阁无共啦，哦，日语会讲因性卡吼，因性卡是有做一种球种，拢叫做性卡。是。这较无共，这有闲咱较来甲观众朋友来解说。是。哦，咱讲啊，咱知讲即个哦，即个 screwball 吼，日本人伊嘛是会当做是有当嘛讲性卡，还是讲 change up 因为嘛认为性卡。变速球嘛是性卡。嘿，因会认为是性卡，因性卡是一种球路，走因走的方向啊，安尼走的，伊就讲啊，这种球就是性卡。是。目前譬如要面对的是因的一番。哦，今日这日本队的这个一番来面对咱的张俊伟的是一个刺杀一张 K， 哦，所以也无任何打击的表现吼，看会当咱送互一个双杀打无吼？双杀打来结束掉这个半局。有影。这球讲出去，左外野的方向接杀应该是无问题。接杀，蔡地如，啊，这伊离左外野接杀吼，离这三垒较近啊，所以二垒走者嘛唔敢走。有影，成功的一个守备啦吼。所以目前的第5局，譬如果解决2个人数。即阵要轮到日本队因的小岛所以达马纳米，今日有一支安打吼，啊，但是伫第3局安打了后投垒失败。这所以达我头拄小可查者，这应该是添电啊。添电啊。嘿，添啦，啊。对。添电发财添啦。嘿。什么打就是甜啦。嘿，电嘿。有时打。嘿。激电。啊，激电。放大就是稳定，稳定对。这个棍啊，率真大机，老师这嘛一个术语对吧？这个什么？这支电筒最大港。对对对，这支电筒最大港。这支电筒真大港。多热人的时阵来吹安尼。来顺利解决哈。是。譬如回稳一下。哇！这球向讲出去，哇是一支安打，这分应该收倒来，收倒来。哇！但是这个团过头。哇！这是咱头拄讲到所谓达马纳米自譬如的手里讲出一支安打。哦，这势利啦吼，因为咱即马本来是领先2分尔嘛吼，即马。失1分吼，变个1分差的比赛啊！是，啊，这球传了嘛是有卡乌吧，非常乌吧，但是好你家在有差较侪，有较差较侪一点啊啦。是，好你家在，譬如也伫后壁挡的。这保卫啦吼，这是基本功啦，基本投手一定要倒来保卫的。所以目前呢，日本队哦，靠看起来譬如这个投手咧，2支安打。应该讲出3支安打，摕到1分。本地已经稳落来，摕到2个出局数，但是咧，佫去用讲1支安打啦吼。即阵轮到的是因的5号啦吼，3番的阿米亚 K 数。爱势利哦，因为即马7点位置，2、3垒吼，7点宽，阁有2名走者，
结果打一支安打起来，就搁失2分去啊，爱犀利。爱犀利，爱犀利。哦，你若讲这2分失去吼，颠倒伊是咧逆转的吼，对，这变颠倒，甲咱超前1分，是爱犀利。目前球数一粒好球，譬如进轮到是因的中心打线3番哦，这球要甲成啦吼，但是一个手落去，就知影是歹球。哦，逆转吼，逆转是日语啦吼。咱若讲即个华语讲的逆转吼，咱会使讲即个，来，等先来看，应该是抓到出来吼。哦，这个是有出腿啊啦吼。2粒好球，1粒歹球。应该讲逆转啦吼。逆转吼。逆转啦，逆啊吼，逆转啊，逆转啊。譬如的投球。看会当来一张 K 幕，哇！这个是哇，提早落地涂骹，哇！这个 Wild Pitch 咧，互日本摕到第2分，这真伤吼，是啊，搏斗真伤啦。目前呢，伫咧第5局吼，日本摕到2分了，咱比数来到2-2，吼，2-2平手。教练团决定也是要互伊继续斗啦吼。所以这阵比赛咧算是一个重新开始。是。眼前咧，譬如就是甲这位打者甲解决。哇！但是这是应该是黑白 pitch， 接到这位打者啦吼，互伊送起咧1垒。哦，除了伊头拄着投迄粒搏斗失1分，啊，即阵佫甲人送去哩1垒。这有可能哎，先调度一下吧。是，画一下 time 一下吼。当因的开一下啦。是。哎，袂当互因拍了遐尔顺。当然啦，咱一开始就讲啦吼，这场。输赢毋是上重要的啦，吼，会当赢是同好，但是较重要还是后日啦，后日即个冠军战啦，吼，因为之前有讲着讲，你就算即场赢，第1个冠军赛输去嘛无效。所以咱会搁伫这冠军赛搁当着吼，即两队共款会当着。就是亲像老师伫咧开赛进前讲的12强。12强对啊，12强嘿，咱12强咱其实是先输日本。输日本是输2场呢，咱敢若赢伊1场尔。就买输咧。伫咧人家孤单。是。这个是foul ball。所以教练团的用意嘛是想讲好，这个嘛是互一个譬如一个机会，看会当甲这球啊这局控制掉。基本来是甲设定好啊啦，吼，应该设定讲啊，你着投1局啦，吼。对。但我认为啊，即个无法度解决，就一定爱换，嘿，就一定爱换。无个分数规个可能往右开吼。是。这球共款是foul ball。目前球数咧是2粒好球，1粒歹球。头拄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譬如其实嘛是有球数领先的情形，是。但是尾也就是这个倒背入去。咱就讲了嘛，讲这个 out pitch 吼，就是讲这个2粒好球吼，这个决胜球，还是讲武器球啊？对。你也结得出来。袂当搁掉头骨头安尼，哇！这是搁较偏外角的吼，一出手就知影偏去啊。目前球数也是投手领先，但是这粒 out pitch 吼，就是决胜，这粒球要投出来。这球是foul ball。睇到咱观众朋友，咱这个观众朋友有留话讲吼，这个逆转吼，这个逆转吼，有话讲倒赢啦，倒赢啦，倒赢这场比赛。这应该有足侪种表达方式吼，咱甲大家来研究，互咱这个台湾的这个棒球术语吼，用语更加丰富。有影。目前2粒好球，2粒歹球。
哦，这个给我破坏掉，哇，这个打架有够黏的吼。这应该嘛袂讲是破坏掉啦。嘿，我认嘛是有咧积极出因为应该对啊。是咱投手无法度顺利甲解决啦，啊，吼，无法度甲解决啦。其实伊用28球啊吼。是。爱说你。是。哇，安排嘛也是无扣，即阵球数已满，本地是球数领先后2粒好球，小连刷一个歹球，啊，国强一个误足久的。这嘛是民主之争咧，这恁社会人，我嘛社会人啊，对啊。我是学科的，我台湾的社会人。尤其是这个投手的，吼，业余的吼。是。先来看这球，中外野应该有法度。看卖咧。接起来无问题，交予陈浩稳接起来。好，加在有接到吼。不过这局咧，日本队摕到2分，目前是来2-2。哇，可惜可惜。不过咱好哩，加在互因这个动点啊，无够得到任何分数吼，所以咱的整个这个表现吼，譬如换起来吼，虽然有一寡乱流啦，好哩加在咱的这个手臂也是有甲伊斗3工着。无其实吼，咱袂当讲投手的一个 one man show 啦吼。双方你来看。是。RHE 拢共啊，2六控，2六控。咱有一个，咱有一个信哦，咱有一个 error。咱倒一个4个我买咧。这个可能是迄个传球，哦，这个传球传较高。哦，迄个袂算4个，迄个无算4个。是。你讲传了，你讲回传球传了伤悬哦。无，因为迄个无造成，迄个无造成，迄个无算4个。咱来看这个记录上是安怎有一个 error。有登记哦。嘿。敢有？有。看伊有登记4个翕。有。大会有登记吼。嘿。哦，我想讲看到。啊，来看卖，看即个4个伫咧倒位 ？Fielding。陈浩稳。陈浩稳吓。陈浩稳，哦，无错啦吼。嘿。陈浩稳的4个。是。伊记陈浩稳这个传球的4个，应该是加互人走一队啦，进一队啦吼。无迄球若是传了准，其实应该是真水哦，吼。但是应该嘛，我看应该嘛是袂负啦，是袂负啦吼。谭本蕊吼。对。有影老师头拄有讲着吼，咱即阵2分，对方嘛是2分啊，啊，这个 hit 就是安打数吼是相共的。嘿，拢6支。啊，尤其咱讲集中伫咧第5局啦吼，无咱的第一任投手张俊伟吼，其实是收了袂歹。啊，头拄嘛讲着。这个用球数内底咧，第2任投手，譬如是用较侪球吼，超过30球的这个用球数。所以即阵目前比赛重新开始，双方拍平吼。哎。好，咱的乡亲好朋友，即阵600外人伫咧线顶咯。哦，有人讲听台语就是欢喜。哦，影咱讲吼，这场比赛是 A 组、B 组，哦，2队咧拢是，咱讲第1名来进入这场比赛啦。啊，咱明仔载要对上的是12点半，吼，同款公司台语台和华视的做伙来转播这场比赛吼，是面对中国。嘿，啊，中国今仔日是险甲这个1.5分的韩国扳倒。啊，所以若照这个态势来讲啦，吼，咱真正是礼拜暗这个时阵，同款的坐伫遮报台湾和日本这场比赛，哎，啊，所以今仔日的这个经验嘛，是互咱讲，咱头前吼面对因的这个投手，咱伫第1局、第2局有突破了后，咱讲这控球型的选手了后，伊就怎啊混乱，是，哎，所以咱嘛是爱做一寡其他打线头顶的一寡调整。即马5局拍煞吼，场地咧做清理。是。
所以休困的时间会较久一点嘛。对，所以咱嘛，即甲台湾共款吼，台湾的职业棒球嘛是5局拍煞，哦，伊场地做一个大整理。对。咱们讲到台湾，好。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语台和华视的双声道台语的部分做回来欣赏这场台湾和日本亚洲棒球锦标赛超级选款赛。台湾对日本这场比赛咱讲第5局有较可惜淡薄，换起来这位投手碧如咧，面对这日本队的这个攻击啦第一向讲安打了后，家己的这个 out pitch， 家己的地性球、决胜球吹无出来，拢是球速领先了后，叫对方。讲安打，还是讲家己搏投，还是甲即个咱讲打者补上。老师安怎看咱前半部比赛中心开始进行的即个5局咧？前半局坦白讲啦，这嘛是意料中的啦，因为日本的社会人，因不管是投、拍、手，拢有一定的水准啊。是。当然你也讲继续要甲即个张准伟佮杀出来，有可能嘛要甲压掉的。但是这教练团伊有教练团伊的用意伫咧啦。对。伊刚刚讲伊的调度伊就是伊要设定啊好，这甲过去咱的比赛无共，过去可能一场比赛输赢看作重的有可能就是一名投手自头饲到尾啊。是。但迄是较旧式的算法啦目前较新式的主要就是讲投手的调度爱运用伊分工会较优。有影。所以来到第6局顶半局咧，来到这局的第一个人数打球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今日有1分的打点，1支安打面对的这个投手也是因先发投手邱山雄，邱山雄第一球摕到好球，咱讲邱山雄真正是一个控球型的这个选手。第1局、第2局，去咱得分了后，连续咧拢是这个3上3落尤其咱讲虽然伊毋是K功了得的投手，但是对咱也是今日摕到3张 K 另外认真讲啦，我感觉有当棒球的气势就是安尼啦。你也第5局，迄分对，迄分卖安尼死是 wild pitch 嘿，第5局啦第5局咱就是走垒啦嘿，但是这个走垒就可惜啦。打击咧，咱的 Captain Taiwan 嘛是收到今仔日邱山上的第2张 K。是，互咱讲有当会带开就是安尼啊，就是讲你这气势歹。开该得分无得分，还是讲该无该死的去死，有当开就射去甲对方啦。有影。所以咱5局5局迄个走垒失误将这个气势送互日本队，咱搁多个换投手，这嘛有影响啦。不离个不要紧啦，即马比赛重新开始，柯有伟咧这球拍到小岛方向，传向一垒，甲伊刺杀伫咧一垒，马上拍第2球啦是一个刺杀。这阵轮到是咱的5番杨进如，杨进如今仔日是2个刺杀，也是咧顺球今仔日有安打的出手。杨进如咧伫咧第1场比赛有1支安打，伫咧对韩国是免打伤啦这球先来看讲是咧左外野。左外野手已经等伫咧遐，来接杀。因为左外野手是因的3番阿米亚 K 秀。有即点仔伤急哦。对啊。我感觉有即点仔伤急免那急。系啊。你安尼2、3个手尔就结束这个半局气势一直转过，一直转过，太犀利啊！对啊，无够10球呢。好，咱过来关心一下线顶的朋友，共款买600外人，买啦咱的这个业余的实力，共款是袂歹，但是即阵教练团继续。用兵是要互譬如继续来投，老师怎看这调度？伊可能就是过来这局看来，因为头前可能设定好啊啦因为今日可能爱拍到9局啦所以大家这个局数爱食几局可能真正。
而且伊可能认为顶半局迄个技能，互你投到4番的，我都咧面对啊。哦，后壁我嘛是继续互你投。是。欢迎继续透过公司第一台含花市乡下道第一的部分来看这场第一之战吼，来到第6局的这个后半局吼，顶半局实在是伤紧呀。是。吼，咱讲这个势袂当一直安尼互转势去啦吼，但是第6局这个后半局继续是黄碧如来做投球吼，陶老师嘛有讲到吼，既然我4番就解决啦，吼，倒不如伫咧第6局遮，搁互伊试看卖。哦，黄碧如咧即阵球数是落后啦吼，两粒歹球，一粒好球，即球是一个 foul ball。目前咧球数到手领先。日本全部清一色吼，无半个职业的。是。啊，咱有6个职业啊，拢是投手。咱有6个职业哦，3个里外，3个本土。是。明老师头段嘛讲到吼，这个社会组的对决，吼，譬如啊嘛是亚裔的这个选手。是合扣。哎，合扣。这个 out pitch。压起来，这是一个 K。这个叫做目睭紧哦，紧哦，目大袂点袂动，袂点袂动。啊，这些是变化球啊，哎，实力，哦，这球就投了足水吼。这是伊的球路，灵动的机甲兵啊，无咧叮当啊，袂点袂动是。这阵来到萨多 Yuki， 因的6番。这是一个好球。萨多 Yuki 咧，今仔日吼2个打席也无安打，拢是互咱的解决起来。这球也是较偏低的歹球，2粒歹球，一个好球。速度是袂歹啦，吼，速度148公里。这球安排落去啊，吼，2粒好球，2粒歹球，投手球数领先。好，一粒2线。2线。好，这个 two seam fastball。是。豆豆回稳，豆豆有信心咯。这球应该是有出腿啊，佫是一个三振。哦，这是黄碧如回稳了哦，这个这球第2个三振。连续2 K 哈。哎，这球咱看伊投球吼，真正迄个水准就较有啊吼，这个 out pitch 有出力哈。哎，嘛真声，这个打者出腿啊。这轮到的是因的7番，然后又去打。一个溜手伊啊。哎。然后去来今仔日是一支安打，一个保送。伫顶半局一起来讲安打。是。所以是第2件吼，第2件加伊做有啊啦。哎。所以嘛免甲惊。譬如就是照常投出家己的水准。哇！连续3粒歹球，面对这个打者可能较闪一点嘛，哈，较闪一点嘛。是。徛到最后边吼，你看诶。好球一个来，无问题，一个好球一个3粒歹球。一般拢会看一粒啊。是。你讲无一定是安打。哎。
哇！但是这球也是较偏低一个歹球，补上。头拄也讲出安打的注意。咱有可能会掉刀啊，哈。是。有可能有掉刀，嘿。这可能设定啦，哈，设定这局。有可能掉刀啦，哈。即摆就是讲设定，就是讲这局后人上垒就要换投手啊，哈。这手提出来哈，这应该是投手教练啦，哈。强建明。是。即阵换起来是过去嘛出赛比赛的，咱的18号，咱的王宇杰。王宇杰呢是伫咧第一场比赛来出现是台湾电力公司台电的选手。咱第一场比赛呢是林胜温、罗明阳、李志林、王宇强，王宇杰来做迄个 closer。王宇杰这名选手来自台东啊，伊这三级棒球拢伫台东国小是台溪国小，啊国中、高中拢是伫这个东台体中。东台体中嘛是即阵咱东部的一个另外一霸啦吼。是。过去国棒联赛嘛是有前3名的表现。咱这王宇杰是属于这个排湾族咱的原住民诶。伊上悬上紧的球速来到154公里，是这是伫去年彭美芳联名投出来，所以伊的这个球速，嘿，咱卖当看这支枪，甲迄个迄当阵伊第一场投的时阵差偌济啊？是。这个咱即阵镜头看到就是咱的陈敏树，咱的队长，嘛甲咱遮的这个后辈啦吼，讲咱甲这局好好守落来。王宇杰又有一名小弟是即马王宇翔是一个乐骨天选手。哇，第一球是较偏悬135公里。这球应该有守备的机会，这个讲较悬尔，敏树啊！哇，结果墙仔边啊是，这是一个foul ball，本地叫是有守备机会，是，但是风可能有咧扇啦吼。台电的选手是毋是会较有共电？会哦，台电甲你电落安尼，啊是去用电？袂啦，袂去用电的。王宇杰共电就好。即阵咱是头拄啊补上去的7番，然后Yukiya，即阵是8番Mitsutani Shohei 今日嘛是一支安打，一分的走动啊Mitsutani这个水国啊，水国，六国的国啊，水火的水啦，水国啦，水谷啦。水就是乌米子，这个一垒有逃走，但是这是一个foul ball。像咱咧穿的衫，这个咱的制服，或者就是米兹诺，这真有名。日本队嘛是米兹诺，是。这其实啊汉字就是水啊，水啊。歪节。阿杰啦，阿杰啦，是安尼啦，这里还带机开，赞！这个嘛是真好的一个表现，哇，三振换起来送伊一条 K， 所以这局咧3个出局数拢是互 K 了，换起来这个投手咧化解危机。原来是阿杰啦，这个赞哦，阿杰袂歹。在第6局后半局，咱看到讲咧，譬如回稳虽然互一个补上起来，换起来这个王宇杰，福吉加米有士气，11号，所以即阵第一任投手
邱三雄、阿 K， 即阵落去休困。今日阿 K 虽然伫咧第一局、第二局，互咱有安打串联，还有一支5上分的这个 solo home run， 互咱得到2分，但是尾手咧6局的表现其实算袂歹是。所以即阵换起来这投手，咱看会当甲突破一下。这个应该是烟伤啦。烟伤。我看这是腹肌。就是烟伤。烟伤。烟伤加辉啊。加辉。加人的加啦。欢迎继续登来到公司台记台和华西双声道第一部分来看这场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对日本第7局顶半局的这个部分啦咱看到讲伫第6局后半局咱这个手臂也是讲这个投手啦拢做了真好，是3个 K 啦毋是手臂啦这个投手串联，所以咱即阵呢，其实气势应该转到咱这边的这个身躯顶中午夹一个保送。夹一个保送，就是换起来了后练手啦但是即阵呢，换起来伊嘛换投手，这个投手是呢11号，富士卡，烟伤加辉，加辉，这是一个三振，一起来就甲咱的李业伟三振。这变化球这应该是一粒国球啦，slider 啦日语叫做 slider， 英语是 slider， 华语叫做滑球这轮到是咱的7番林武力，因这阵的投手咧11号富士卡米又是去。一般你也看到这个球伊咧转的形，拿庆子安尼拿庆子安尼射，这种的就是 slider。所以有人咧讲，一寡打者目睭也较来，伊就看讲，这 slider 了伊有看到迄个 dot， 看到迄个转的迄个心。咱讲华语讲轴心呐。会看到迄个点，看到迄个点这种球就是 slider。目睭也较来啦，你啊，这个 Facebook 快速球还是讲卡无伊的迄个点是伫上面边看无。所以过来即阵面对咱的林武力咧，是连续投出歹球，3粒歹球，1粒好球。过去即个投手伫咧顶一届，然后来到大巨蛋来参加亚锦赛。这个是一粒偏内角的好球，满球数。这球国家组中外野，哇，是去中外野手接起来，真可惜我在想讲看到歹球来选一粒无，但是无等，顺球出手，这是一个接杀。这阵轮到的是88号这个5上分退场了后接手的蔡伟泰，蔡伟泰2万过来一支 home run， 伫咧对香港的时阵有一支这个和。也选手队员back to back home run， 哇！投手的顶级无啥共是，这是无共的袂当黑白球，就想要出去安尼。对。哇，这粒球一起来就叫这个变化球掉地。一个好球。哇，连续2粒好球。险，这犀利啦，因为2粒好球啊。是2粒好球，1粒歹球。蔡伟泰打击，哇！这个球会掉掉啊！这是新的投手起来，第2场 K 甲蔡伟泰三振。哇，有影伤紧。头拄林武力迄球真正等一个满球数的时阵
无啦，我咧讲是讲，我希望迄粒球是歹球啦。哦，我是讲选一粒。啊，选一粒。结果你好球我倒啊，你好球你嘛是爱出手啦。我是希望迄粒球是歹球，会歹球，歹球是讲选一粒上垒。结果好球你玩球数你嘛是一定爱出手啊，是拍了无好啦吼。咱来线顶的朋友，过来和大家开讲一下。有人预测讲咱会赢2分啊，我嘛真希望啦。我嘛真希望。是。绿色手套的投手叫啥物？就是第2点啦，这个撇入啦。撇入啦，嘿，撇入是黄撇入。嘿，啊头拄啊，这个真古锥的，这个是阿杰啦。阿杰啦，这个18号。洪武杰，洪武上的兄哥。对。就是咱之前有咧讲，因一个人入去只棒球就好。啊，这个各个啦吼，对啦，较恬静，想要稳定的生活。是。因为咱若讲伫台电啊合库上班吼，就是你也无拍球了，你用伫即个机关来服务。是。欢迎继续回来公司第一台和华视做伙来转播这场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对上日本，来到7局下半局，即阵是咱的第3任投手吼，王宇杰继续来做投手的工课。轮到是呢尾翻车吼，因的捕手朱吉莫多yuki 27号。顶一个半局咧，王宇杰起来吼，是送伊一条 K。这阵球数是一粒好球，一粒歹球。这球是一个foul ball， 2粒好球，2粒歹球。看当个送伊一条 K 无，这条该破坏掉去。球数原在同款，2粒好球，2粒歹球。这现场拢甲咱台湾加油哦！甲伊三振，这球是一个过路。二垒手传向一垒，球后变速，大丈夫です。没问题哈。One out， 刺杀伫咧一垒。就要个等来到因的一番，因的一番的共款是马达托友。힘電啊，吼，힘電酷嘛，힘啊，吼，就是咱讲啊，吼，酷嘛，兴本迄个兴，嘿，第2粒球是一粒好球。同款，互伊出腿啊，出甲真大力，即港的风真大港，真大港。一支电风啊！是。这2任，这个第2任和第3任投手吼，这个球都有影无共款啦。是。哦，佫是一个真较飞空的三振哈。这个咱讲这个卡拉布里哦，就是飞空啊。飞空啊吼，共款嘛是出甲真大角。这个四线哈。四线。等看这慢动作吼，因为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哦，这摄影镜头吼，看非常的清楚，看到咧砖头啊，安那去第这粒球。是，这轮到是日本队的二番，今日有2支安打。好球吼，添电啊，添电发财添啦，嘿，添电。哎呦，这是 wild pitch。算是一个歹球，一个好球，一个歹球。
哦，教练讲该抓起，该抓起，免惊免惊。好，讲出去，哇，是一支安打哈，2、3垒冲出去安打，撞出去这个右脚手啦，右脚手啦吼，是小度，小度正球柄啦吼。是。即阵来到的是因的3番阿米亚 K 秀，啊，即阵安打数咧，日本是加咱1支啊哦，哦，所以头拄啊，即个因日反攻即个安打了后，虽然两出局吼，即马嘛是爱犀利啊，互因即马中心打线吼，即中心打者，而且这二番应该嘛有伊的速度伫的。是，哇，即球该犀利，犀利！哇，这是过去。哇，这收起咱的3垒高远的手头内底，解决一局，哦，精彩手臂，精彩手臂，2比2，好，无得到任何分数。好，你加在咱的手臂真正有帮助，哦，直接入伊的手套。想讲头拄撞过啊咧，撞过都。这嘛是咱足侪网络的朋友咧讲，即回转播迄个。因的迄个摄影机，地球对了无好啦，这爱经验啦吼，这毋是咁简单，这可能爱派咱的团队过啊。这3档5档的啊，这毋是1工2工呢，这是3档5档的工课，你当做讲哦啊，真辛苦啊！要地球确实无简单啦吼。无简单。好，所以即阵要轮到第8局啊，吼，共款是福西卡亚、尤西克继续要来投球。咱嘛来关心咱线顶的比演上加辉，嘿，演上加辉，来，有人讲第8局、第9局是关键，有影是关键。好，即阵咱线顶差不多要700人哦，加油，吹一个！因咱成功的啦吼，所以爱较犀利咧。是，咱嘛讲，因为即阵比数吼，加较晚。9局了后，若是无，就是爱，若是搁平手，就是爱即个头决赛。头决赛啦哈，头决啦哈 ，tie breaker，tie break，就是讲即个 PK 啦哈，咱华语讲突破僵局。欢迎继续登来到公司台来和华视作为转播这场比赛，来到第8局顶半局吼，蔡地如咧今仔日是有2支安打的表现啊吼，那么希望吼第8局开局，就会当有一个新的开始。选球嘛是真重要的。但是再次提醒观众啦吼，这场当然咱想要赢啦，但是毋是非常的重要啦吼。是。哦，这场就算咱拍赢日本吼，咱冠军赛嘛是爱拍赢较会使啦。咱若冠军赛输去，咱嘛是亚军的呢。对。莫阁安心啊！啊，这阵这个球数是2粒歹球，一粒好球。蔡地如这球出手。来看卖，当提起杀输的机会无？哇，是由右外野手接起来，结果无当吼，是一个接杀。哦，因为右外野手是呢8番哦。咱自当年小黑，咱自这2001吼，2001到21届到这个旧年吼，到这顶一届前年啦吼，2023这10届吼，21届到30届吼。这拢总10届，咱日本有摕到7届。是。这球先来看，这球应该是一个 foul ball。日本摕到7届冠军，哦，咱摕到2届，啊，一件是韩国。大家印象较深的应该是2003伫札幌咯，伫札幌迄件吼，迄个高志光吼，哦，再见安打拍败这个韩国，咱摕到这个雅典奥运的门票，是，这个大家印象应该真深了。这球无出腿啊，想要压环的，一个好球，一个歹球。老师头讲到2003年这场，迄当阵我咧读高中，你读高中，迄个时阵呢，也无这个智慧型的手机啊，我拢偷看迄个细的电视。啊，这个是一粒好球，2粒好球，一粒歹球。有影啦，咱讲这个日本队，哇！但是这个过去互因3失，这是因换起来第2任投手啦吼。
目前来讲，两个人出局，变化球哈。是。这轮轮到的是咱的 DH 潘俊武。潘俊武今日有一支安打的表现。现场是潘俊武的应援口号呢，哟哟哟！哇！但是拢是咧约拍较加球。这看起来啊，哪像吼，无法度去面对着这个变化球哈。是。目前的球数是投手领先。哇！个同款的球，但是不是三振，这个捕手该踢到。 3上3落，咱台湾伫咧第八局顶半局无得到任何分数，2-2平手。爱犀利啊！咱即马自6局开始吼，9就9落啊。是啊。尤其第2阵投手起来，佫无遐尔好应付的款安尼。 第2任起来吼，6个人厝吼，人厝吼，咱已经5K、4K 吧，4K 啊，4K 啊，嘿，4K 啊，嘿。哇塞，加力！因为7局起来斗嘛，7局起来斗4K 啊，6个人摕4K 啊，啊4K 对。等个换斗啊。 咱是换22号杨吉稳，啊，这是这个系列赛内底头一届出场的选手。敢若共款台电的。是，这是咱的第4任投手。哦，今仔日咱自张俊伟先发了后，咱派出的是这个吴品如，了后是王宇杰，过来是即阵的第4任投手。 杨吉稳，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来和花西转播这场亚洲棒球锦标赛超级循环赛，台湾对日本，日本即阵来到第8局后半局，咱即阵派出第4任投手来自台电的杨吉稳。 这姓杨的吼，是来自这个太阳的阳吼，这个杨啦吼，杨家班呢？杨家班哦，来当这个杨家班吼，是，伊是这个杨建福吼的外甥啊，是，还是新生国小太原国中，啊高中就来到桃园哦，来桃园较早叫做桃龙，到尾啊叫做北科吼，北科富冈是青棒队。 啊，到尾也去读文化大学。这就是一个过路，二垒手传向一垒，无问题，抓到第一个出局数。杨基阮上紧的速度，哦，嘛捌投出这个151公里时速，哦，是今年我对这个台电的练习赛吼投出来。9月17号，这轮到的是因的5番，古鲁卡瓦托莫尤，这个古川啊，哈。古川。 哎呦，这是一个，好佳才有闪过是，无就是一个掉头的 hit by pitch。稳一下，稳一下，哦，这个咱是第4任的投手杨吉稳。啊，当然咱讲这个比赛是加足暗的啦吼。是。哇，这也是一个 wild pitch。 还犀利哦，即马3粒摆球啊！是。
5局拍平以后吼，目前双方拢无摕到分数，但是咱爱较注意的就是讲，咱就这6、7、8 3局，咱是9上9落啦。对。哦，而且这9上9落，咱拢总摕到5张老 K。是。哦，这较注意一点嘛。杨继文顺球也好球，无问题。这是面对5番第一粒好球。哦，其实头拄仔已经解决4番啊啦吼，所以好好应战。哇，也是较偏低啦吼。所以即阵搁一个补上，爱较犀利的啦，因为咱自这个拍平了吼，因伫第6、第7哦，即马目前第8局吼，因拢有人上垒，啊，颠倒咱是拢完全无任何攻势啊。有影，即阵因的一垒嘛换人啦，啊换跑者，大炮吼，大走。啊，即阵蔡伟泰咧嘛真有经验吼，含即个杨继文，家做一个记接。伊这嘛有可能会战术出来哦，可能头垒啦吼。嘿，头垒啦，甚至于伊嘛有可能会拍挂走。是 ，hit or run 吼。即阵轮到是因的6番，Sato Yuki， 这哇安排嘛无巧，淡薄小可悬一丝啊。即马就希望、望哦，这个投手的好朋友来出现啦。是，上萨达。是上萨达哈。过落来一个。对对，有对无哇？这个有准，爱注意爱注意嘿。因为你知我知，你换大走，我就知讲你一定是要吼，是，有可能是偷走啊，无你想要换这名走者，因为这个超前分呐，对，所以非常重要。赶快我甲你牵涉一下。即马2-2吼，即马吕尚这个大走这名走者是代表超前分啦吼，日本的第3分啊。但这个时阵咱是5望投手的好朋友，哇，先走，嘿，哇，够 lucky。即马这个大走吼，大走叫做应该是那卡加瓦中川呐，中川，这嘛是真史上台湾人会听到日本人的名。中川吼，这就是福大，是，这应该就是咱讲的这个教具吼，这个赵树强的苦海，伊后辈，但是。教具应该有法度做伊阿公啊，无啦，滚真笑啦。应该算起来是会使，这球是一粒好球，连2粒歹球，一粒好球。爱犀利哦，即马一出球尔。可能个头垒的战术。无，即马应该是要来靠安打嘛。安打啦吼。伊即马靠安打。超前分可能嘿，超前分就可能倒来。目前球数是投手落后3粒歹球，一粒好球。二垒是补上去的。爱犀利，爱犀利。啊，个头垒成功，咱球个落去。哇，也是较低啦吼，无要紧。一垒是空的，咱也是要来制造一个上杀的机会。即马垒接条的是较好守啦吼。但是这也是。咱第4任投手又结稳起来吼，第2个补上。赶快咱的教练团又搁起来吼，看有要做任何手臂的调度无？应该是也未换投啦吼。是，咱讲每一局拢有一个可能该沟通一下吼，设定一下讲嘿。赶快是强建明，即马应该是较鼓励啦，为着即马吼。到这7、8、9啊吼，对，这马翻车，咱讲马翻车，要顺利来甲解决。是。即马有上杀的机会了。有影。即阵轮到的是因的7番，Yano Yukiya， 今日有一个安打的表现。2届补上，
等于拢有上垒包哦。所以当看咱第四任投手安怎好好甲应付。当然第一来投的入去啦吼。是。咱看来讲，这个摆球实在有较济淡薄。哇，安排也是无爱。这看袂入来有较晦气一点啊。哇，这绝对袂使保送吼，因为你保送会变一出局三垒有人吼，就有可能会失去分数啊哦。而且这三个，若是讲个保送是三个保送吼，应该是一粒好球。对，爱紧回稳倒啊，紧回稳倒啊吼。一定是投入去卡这个好球区，因才有机会互你拍鼓咯。是啦，嘿。啊，袂当就一开始就伤明显的摆球。莫伤闪啦吼，莫伤闪，因为你啊愈闪就是愈对家己的球路无信心吼，所以袂用伤闪啊。是，这球是foul ball，投手即阵处着球数领先，两粒好球，两粒歹球。即马就是真好制作双杀的好机会啊啦。哦，即粒啊投了袂歹，推啊手，绝对出手的，绝对出手的吼。所以投的入去。但是袂用伤甜哦，袂用伤甜哦。是。哇，这一出手就知影是歹球咯，球数已满。啊，目前真正压力拢伫咧杨杰文身上。是。啊，因为一、二垒咧拢是头拄啊补上去的。头拄迄粒歹球是足明显的歹球啦，吼，这是较无好的现象。就是要成嘛无机会啦。啊，即阵咱看到画面是。投手和打者的对决，双杀打有机会无？还是咱的手臂有机会无？foul ball，哇，这可能阁是看大区啊，因为咱看风是安尼咧吹啦。对，嘿，咱看到旗啊，看旗啊咧飘，咱就知讲风往倒一边吹啦。是，所以这回这foul ball也是无机会，有手臂的机会。要紧，他再帮杨继文加油一下哈。是。渡过这关啊，这关渡会过哈，这关渡会过，咱高局就要来赢球高局哈，就要来提分啊。是。啊，上好来一个投手的好朋友啦。是。哇！但是这个球又阁是一个四粒歹球的补送，这是连三个补送哦，补送也是因自5分、6分、7分，等于是伊。哦，第一个打者解决了后，连续3个补送，加输啦哈，加输这个加输积分也无收掉的啦，哦，有可能这个补送就是讲这场比赛胜负的分水岭啦。对，因为已经来到第8局啊啦。是啊，嘿，第8局啊。是。当然啦，教练团我当然心内一定咧想讲这场输赢，无是上。毋是无重要，毋是绝重要啦，毋是绝对重要，嘿，毋是绝重要啦，吼。是，即阵咱嘛看到讲，咱的70岁这个投手王正和来自合作金库，吼，这嘛是伊这个系列赛内底头一个吼出局，吼头一个出场啦吼，来自合作金库的王正和。王正和是王正和，外号叫阿牛的啦。阿牛的哈，嘛是来自台东的。是。哇，咱这局真正爱好好守落来吼，咱线顶好朋友，咱来甲大家。哦，即阵有800外人吼，做一定要来甲台湾队加油啦吼，有影？有恁的加油，有恁的加油，咱台湾才会赢球。啊，即阵换起来是王正和，王正和算资深的啊啦，吼，算老将啊啦，年纪较大，哦，1989年，嘿，36岁，嘿，减满2岁尔。哦，所以比闽厝啊差不多岁数。哦，咱讲闽厝是35岁。台东。
继续来关心咱第八局后半局吼，一个人吼，这个 out 了后，即阵是满垒的局面，咱换起来是咱的第5人投手黄正和。这个杨继文等于是无投完这个局啦吼，一个人数3分1个这个投球内容。对，0.1局。0.1局。哇，这是一个 hit by pitch，所以积分爱转来。记得啊。这是一换投手了后咧，这个得到日本队啦吼，因为是满垒的局面，所以因的第3分转来到本垒帮家。目前这是这场比赛日本队第1届超节。咱拢无望安尼这个情形出现。是啦。这个第2分嘛是这个 wild pitch。这算是起来投的第1球吼。是。即摆就想办法咯，紧甲这局结束。即阵来到因的交换，Tsujimoto Yuki。等于讲咱是连续4个保送，是4个4死球啦吼，3个保送，啊一个得到保路吼。是。为这个表现吼，双方的投手拢是业余的，拢是社会人的投手吼。是。咱能看讲两国因这社会人的争差啦。这是可以拍出去foul ball。因咱拢知影讲日本的这社会人的队伍是真多吼。有影。因一年一度的这个都市对抗赛，咱讲都市对抗赛。是。咱较早台湾吼，台湾有一个真有名的哦，老秋龙哦，捌伫遐得到因的这个交互赏，就是因的，就是迄个桥啦吼，交互赏啦。哦，乔富赏，伊个就是因的 MVP 啦。哇。伊这个大赛吼，这个都市对抗赛。所以目前呢，球数是投手领先2粒好球。面对满垒的局面，看当好好甲稳落来无？哇，这是一个出手嘛，真系是歹球。咱若讲一个投手吼，伊即个 out pitch 就是讲，伊即粒球要有优拐性啦。对。你也无，你系爱想袂到，你也想袂到，一点仔威胁拢无啊。伊真正都无想要出手啊。是。哇！这条球先来看卖咧，应该是中外野会当来处理，距离嘛无够，所以3对积分无走。无走吼。哦，这是靠咱的中外野手陈浩稳，甲伊接无好势，先甲手臂稳落来。啊，不过这阵也是满垒的局面，啊，民宿啊吼，咱的外野手一个赞哈。一个赞哈。是。鼓励一下。有影。这球凊啦吼，这咱看这距离。就是关度较悬啦，关度较悬，啊无远啦，对，啊无远，搁你看这线达接到吼，准备球要回传，是，这三垒的走者倒来算自杀啦，有影，但是还犀利哦，即马是满垒哦，轮回第1番，库马代托约，马托约今仔日吼是2张起一个刺杀，目前2个人出局。是一粒好球，伊的速度149哦，嘛是有会当吹的哦。所以今日咱算是讲10名投手啦吼，拢已经上场过啊，互大家评判过啊。啊，明仔载咱面对的就是中国队，是，吼，照这个组合来讲。咱今仔是这局好好守落来，第9局有机会吼，咱照这个模式啦吼，咱嘛分数搁扩大。对，咱有机会啦，1分差，啥物输啥物赢，真歹讲是。哦，你只要分数莫扭开，吼，尤其这尾局啊。这是一个foul ball，目前球数咧是投手领先2粒好球，一个歹球。好，换起来是咱第5任投手啊。
同款老师讲的 out pitch， 决胜的这球，决胜球出来。哦，真正个射到啊！这是一个 K， 互因留下一个满垒的局面。但是呢，因靠到一个 hit by pitch 哈，满垒局面得到1分，3比2，日本领先。这算是无好内底上好的结局。相信咱的观众朋友一定嘛是真紧张对无？线顶的朋友，有人咧学到这支枪，有影这支枪今仔就真准啊！是啦，伊知影这个台湾、日本拢是火球顶级的，即阵因要换第3任的投手哦，卡友修七郎。收出了。这是可能伫咧厝排名第2个啊，七郎20号。无，伊这是嘉阳钟一龙啦。钟一龙钟一龙毋是七郎。对，伊是嘉吼，家己的嘉啦吼，是卡拢的卡啦阳啊吼。有影即个咱看到阳第2任的投手，其实真正封锁咱台湾队的所有的打击。即阵来到第9局顶半局啊，咱也是有机会，加油加油！这边投手是来自这个 Toyota 丰田自动车丰田自动车的汽车啦。继续登来到这场比赛，来到第9局顶半局，这阵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陈敏树的打击，面对的是因第3任投手吼，卡约20号。上重要是上垒啦，上垒，伊差1分。是。无一定爱射拍啦，无一定爱射大气的啦。连续3粒歹球，有影。老师讲的，咱真正好好选球，上垒上重要。上垒上重要。是。这分代表了8分。了8分。输这分是了8分。是。3粒歹球了后，来1粒好球。咱讲敏树咧，伫韩国队使用拿到 home run， 带动大家的士气啊！哇，这条球叫伊升到，是，这是即阵满球数，就3粒歹球，即阵满球数，要注意哦。因为输啊吼，有当这大好大歹的，伊三振嘛不哩遐多啦。三振对，三振今仔日已经是2场啊吼，2场嘛伫咧顶一场对香港嘛是共款拍了无讲介好啊。是。一个就选掉啊，一个补上无问题。是，咱的第9局顶半局，等于咱要倒赢啦吼。是。我咱倒赢。先慢解较讲。先略白较讲。略白再讲。有略白，较有机会倒赢。是的。你也无略白，都免讲倒赢。拢攞输。有啦，你也一支好不人起哩，有哪一支就倒赢嘛。即阵咱换人啦，换大炮啦吼。大炮嘿。这个时阵因为要抢分数啦吼，这分足重要，是，这分代表约8分，约8分，成了8，尤其咱个成功的呢，咱就算这局超前，咱嘛是一个拍下半局呢。对。同款的，咱来到的是咱的4番高玉伟，想要牵制这个换起来咱的这个选手吼。明日这支啊，讲出去就倒赢。来，这是咱的这个王定玉。王定玉呢，其实伫顶一场比赛有出现吼。好不人就倒赢。是。想要用这个推进的这个方式。我感觉这是干了啦哈，干了啦哈。这咱的中心打线。4番呢，一般是点的机会较少啦。对。比例，人的啦。人一个哈。高玉伟的长打的实力也是真济真悬哦。上灯还上台，咱的这个观众拢替咱加油，哇！这个要投点呢，要投点吼。但是投点嘛是爱细腻呢。
哦，这个1分差的这个比赛哈，台湾队头拄也是靠补上起哩，啊，这阵换让呐，王定玉要来做大炮，真重要1分，哇，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因的牛调嘿，哦，大家真紧张啦吼。嘿，恁牛调搁小准备一下，阮要甲你讲一个大局是。哦。这个那卡卡我嘛是头拄啊大炮迄个啦吼，因的一垒手是。这球应该嘛是一个包包，风咧吹，风咧吹，吹出去，吹出去，无机会恁。咱这猎名先生安尼镜头拢唔掠呢吼，真变单呢。照你讲是镜哦，这个卡梅拉递出去啊吼。这阵镜头头镜头是咱的总的吼，唐定凯。唐定凯，台中吼，台中霸凌啦吼。嘿，这2个好球，一条歹球，高有位打击，这球攻出去，哇！哎呀，竟然是一个 double play， 哇！这球攻出去，这是一个过路啦吼，高有位，这个一垒手先传向2垒，啊，这球攻去2个王星啦。哇，这等于是这哦3-6，你看卖咧3-6，应该是3-3啦哈。3-3的一个 double play。这人来到的是咱的杨俊如，咱当然希望这场比赛当继续来延续。杨俊如。杨俊如嘛是当讲红人啦吼，先开始好平。啊，上重要就是讲棒球吼，无最后一个出局拢有机会啦。是，但是这个嘛是出一个大港的。目前球数来到2粒好球，无歹球。杨俊如，哦，好你刚才无赢呢。2粒好球，1粒歹球，面对日本队。第3任投手，目前台湾队也是落后1分，先甲破坏掉去哦。哦，真紧张，我起鸡无配。免啦，这场无法重要啦，坦白讲无法重要啦吼。是。会使做一个大家做一个参考啦吼，做一个后日吼，后日比赛冠军赛参考啦。是。真正无法重要啦。啊，但是这个嘛是出推啊，再见这是塞尤纳拉三振哦，所以日本队咧。靠到3分，吼比台湾队的2分吼。其实整体来讲3-2，这场比赛吼有几个真大的这个关键吼。咱的投手张俊伟其实有真好的这个发挥，换起来这个其他的这个投手吼，咱看到是亲像讲这个王碧如啦，还有王武杰，其实是袂歹。过来就上到这个咱讲杨杰温这局啦吼，伊投无满一个吼一局，敢若1/3的人数。所以咱讲到，伫咧遮就是胜负的关键，尤其伫咧满垒局面起来，这个第5任的这个投手，咱讲到洪敬浩，迄个 wild pitch，达着人，所以咱即阵是3-2，但是老师讲到的是礼拜这场比赛同重要。对啊，同重要啦。咱其实这场比赛是家己输啊，家己啦，毋是对手甲咱赢啦。咱第8局，我之前都讲过啊，吼。伫即个满垒伫即满垒的局面压倒来迄分，迄有可能就是即场比赛胜负的关键啦。是，个人无错，你无法度，因为咱第9局无法度摕到你的分数所以就是讲连续3粒400球，搁着一个 hit by pitch， 一个死球啦第一波路。就是这场比赛胜负的关键就是安尼。有影，咱嘛讲到第8局其实无互日本拍任何的安打啦，就是真正这4粒歹球互因摕倒来积分真正是上关键的这1分。不过咱讲到整体表现来讲咱讲这回嘛当讲是一个契合啦对。所以咱讲伫咧上重要的礼拜这场比赛咱一定要赢伫咧冠军赛。马仔对上这中国，咱嘛当。较轻巧的来做一寡调整啦上尾来应战这个礼拜这个冠军赛啦今日也非常感谢国洲老师和咱做伙讲这场比赛，嘛感谢所有乡亲好朋友伫咧线顶。明仔咱是12点半来收看台湾对中国这场比赛，嘛是真重要。老师讲爱电解因安怎
金试试，金试试啦吼，所以咱明仔继续来见面，今日咱转播就进行到这，咱再会，拜拜，拜拜，多谢观众，大家晚安。大家晚安。